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咁嘅經歷？明明自己已經好努力咁減肥，每日買嘢食之前都睇實個營養標籤，每一餐都計住食咗幾多卡路里，甚至乎去到一個地步係連一粒飯都要計住。有時湊住屋企個小朋友，見到佢食剩半碗飯或者大半份茶點，自己為咗唔想浪費食物，夾硬塞埋落肚，之後又會有好大嘅罪惡感。然後逼自己下一餐食少啲，但係結果呢，企上個榜度睇，啲數字根本冇跌過，甚至乎仲反彈添。每日處於一個又肚餓又攰又大壓力嘅狀態，真係令人好氣餒。如果呢個畫面聽落好熟悉，咁今日呢一集內容絕對可以幫你打破呢個無了期嘅減肥死胡同，徹底顛覆你對肥胖同食嘢嘅認知。大家好，我哋呢度係以廣東話推介好書嘅頻道點讀，我係 Demi。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本重量級嘅健康科學著作，呢本書可以話係近年健康界嘅震撼彈，叫做《斷食全書》，英文原名係《The Complete Guide to Fasting》。因為呢本書嘅資訊量真係極之豐富，由底層嘅科學原理到具體嘅實踐方案都好紮實。我唔想走馬看花咁略略帶過。為咗確保大家可以聽得明、消化到，我決定拆開上下兩集，等大家可以由淺入深，一步步掌握斷食嘅精髓。呢本書嘅作者有兩位，主要作者係一位非常權威嘅加拿大腎臟科醫生傑森馮 （Dr. Jason Fung），而另一位就係健康廣播節目主持人吉米摩爾 （Jimmy Moore）。傑森馮醫生喺多倫多行醫多年，專門治療腎病同埋二型糖尿病患者。佢喺臨床經驗入面發現，傳統教人少食多餐或者減少卡路里嘅方法，根本醫唔好病人，反而透過最古老嘅斷食療法，竟然奇蹟地逆轉咗無數病人嘅肥胖同埋慢性病。不過喺我哋正式深入探討之前，我要講清楚先，因為每個人嘅身體狀況都唔同。如果你本身有長期病患，需要長期服藥，或者你係孕婦同埋發育中嘅青少年，喺嘗試任何飲食改變或者斷食之前，請你一定要先去諮詢你嘅家庭醫生，安全永遠係排第一位嘅。好啦，我哋馬上入正題。一直以嚟，我哋被灌輸嘅減肥黃金定律就係卡路里消耗大於卡路里攝取，即係所謂嘅少食多做。但係傑森馮醫生喺書入面一針見血咁指出，呢個觀念根本係一個巨大嘅迷思。如果減肥真係一條簡單嘅數學題，點解世界上仲有咁多人減肥失敗？作者話俾我哋知，肥胖根本唔係一個熱量問題，而係一個荷爾蒙問題。喺我哋身體入面主宰住我哋肥定瘦嘅終極大佬，其實叫做胰島素。當我哋進食嘅時候，身體就會分泌胰島素，將食物轉化成能量。如果能量用唔晒，胰島素就會下令身體將呢啲多餘嘅能量儲存起嚟，變成脂肪。你可以將胰島素想象成一個守門員。當胰島素水平高嘅時候，身體就處於儲存脂肪嘅模式。呢個時候，身體係絕對唔會，亦都冇可能去燃燒你本身嘅脂肪儲備。為咗令大家更容易明白，醫生用咗一個好生動嘅銀包同銀行戶口比喻。我哋食落肚嘅能量就好似你銀包入面嘅現金，隨時可以攞出嚟用。而我哋身上嘅脂肪就好似你存入銀行定期戶口嘅錢，係為咗將來不時之需而儲起嘅。當你一日食3餐，中間再加幾次小食嘅時候，你嘅身體就好似不斷有現金放入個銀包度，因為銀包入面一直有錢，你根本就唔需要去銀行撳錢，即係話你永遠都消耗唔到身上嘅脂肪。更嚴重嘅係，只要你一食嘢，特別係食碳水化合物同糖分，胰島素就會飆升。胰島素就好似銀行嘅保安員咁，佢唔單止負責幫你將多餘嘅錢存入銀行，仲會鎖死銀行個大門，唔准你撳錢出嚟。所以如果你想消脂，唯一嘅方法就係要令個保安員收工，即係要令胰島素水平下降。而要胰島素下降嘅最直接、最有效方法，唔係計卡路里，而係停止進食，亦即係斷食。
聽到呢度，可能好多朋友心入面已經響起警號，會問 Dimi，咁斷食咪即係節食？我聽講節食會令新陳代謝下降，到時咪仲易肥？呢個真係個非常經典嘅誤解。作者喺書入面用咗好大篇幅去解釋斷食同埋節食，即係長期低卡路里飲食喺身體嘅生理反應上係兩件完全唔同嘅事。當你每日扣減卡路里，例如由原本需要2000卡路里減到食1200卡，你嘅身體係非常聰明嘅，佢會以為而家出面發生緊饑荒，於是佢會啟動保護機制，將你嘅基礎代謝率大幅調低，令你個人變得好攰、怕凍、手腳冰冷，甚至連頭髮都甩多啲，目的就係為咗幫你慳翻啲能量。呢個就係點解你節食到後期，就算食得好少，都再減唔到落去嘅原因。但係斷食就完全唔同喎。當你徹底停止進食一段時間，身體最初會用盡肝臟入面嘅肝糖。當肝糖用晒，身體就會知道，哦，原來而家冇外來食物，咁我要去銀行撳錢啦。於是身體就會轉換能量系統，開始燃燒脂肪。更神奇嘅係喺斷食期間，身體為咗令你有足夠嘅精神同體力去揾食物，反而會分泌腎上腺素同埋去甲腎上腺素。呢啲荷爾蒙會令你嘅新陳代謝不跌反升，你嘅精神會變得更加集中，體力甚至會更好。人類嘅祖先喺幾十萬年前根本就唔會有一日三餐加下午茶嘅概念，佢哋可能幾日先打到一次獵。如果斷食會令代謝下降同埋手軟腳軟，人類一早就絕種啦。所以斷食絕對唔係捱餓，佢只係幫你嘅身體切換去另一個更有效率嘅能源系統。好啦，理論聽落好完美，但係一諗到要實行，好多人最大嘅恐懼就係擔心自己會好肚餓，一定忍唔到口。關於飢餓感，書入面有一個非常精彩嘅心理同生理分析。其實我哋感受到嘅肚餓，好多時並唔係身體真係缺乏能量，而係一種受荷爾蒙控制嘅波浪。喺我哋身體入面有一種叫飢餓素嘅分泌物，佢會喺你平時習慣食嘢嘅時間準時飆升。呢種感覺就好似屋企嘅主子咁。身為一個負責任嘅鏟屎官，你一定試過每日一到朝早7點或者夜晚6點，貓貓就會準時行埋嚟叫你，跟住瘋狂用個頭去撞你，提你夠鐘開罐罐啦。如果你唔理佢，佢可能會叫得更加大聲。我哋個胃其實就好似嗰隻貓咁。如果你平時習慣中午12點食飯，一到12點，飢餓素就會分泌，令你個胃不停咁叫。但係作者指出一個好重要嘅事實，飢餓感係唔會無限放大嘅。好多人以為如果我唔食飯，1點鐘會餓，2點鐘會更加餓，到5點鐘我就會餓到暈低。但科學數據顯示，飢餓感係一個浪潮，佢升到一個高點之後，如果你唔去理佢，大約過咗2個鐘頭左右，呢個浪就會自己退落去，你反而會覺得完全唔餓。只要你明白咗呢個機制，下次當肚餓嘅浪潮嚟到嘅時候，你只要飲杯水或者揾啲工作分散下注意力。當個浪一過，你就會發現原來自己根本唔需要食嘢。斷食嘅日子耐咗，你身體嘅飢餓素分泌整體都會下降，你嘅胃口自然會變細，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成日心思思想揾零食。既然搞清楚晒啲觀念，咁到底應該點樣開始實踐呢？對於初學者，傑森馮醫生最推薦嘅入門方法就係168斷食法。顧名思義，就係將一日24小時分開2部分，連續16個鐘頭唔食嘢，只係飲水或者冇熱量嘅飲品，然後將所有進食嘅時間集中喺其餘嗰8個鐘頭之內。呢個聽落好似好難，但其實只要你識得利用睡眠時間，就變得非常簡單。假設你夜晚8點鐘食完晚飯之後咩都唔食就去瞓覺，一路去到第二朝，你只要飛起一份早餐，直接到中午12點先食第一餐，咁你就已經輕輕鬆鬆完成咗一個16小時嘅斷食啦。呢個168嘅模式非常容易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你依然可以每日食2餐豐富嘅正餐，甚至可以同同事或者屋企人一齊食午餐同晚餐，唔會影響你嘅社交生活。如果你覺得16小時都游刃有餘，
你甚至可以挑戰24小時斷食，即係所謂嘅 OMAD，一日一餐。例如你今日夜晚7點食完晚餐之後就一直斷食，直到聽晚7點先再食下一餐。呢種方法對於打破減肥停滯期非常之有效。不過喺實戰嘅時候，最多人問嘅問題就係斷食期間我有咩係可以飲㗎？呢個問題非常關鍵，因為如果你飲錯嘢，就會激發胰島素，咁你之前忍口嘅努力就會白費晒。第一樣，亦都係最好嘅，當然係清水或者有氣礦泉水都得。第二樣就係黑咖啡，記住係純黑咖啡，唔好加奶，唔好加糖，亦都唔好加燕麥奶，因為任何含有卡路里或者蛋白質嘅嘢都會打破斷食狀態。第三樣就係各種無糖嘅茶，例如綠茶、紅茶、烏龍茶等等。喺呢度要特別提一提，好多人以為飲啲零係汽水或者加咗代糖嘅嘢飲，冇卡路里就安全，但其實有研究顯示，代糖嘅甜味依然有機會欺騙大腦，刺激身體分泌少量胰島素，甚至會令你更加渴望食甜嘢。所以為咗達到最佳效果，斷食期間最好都係避開所有代糖產品。好啦，講完呢本書嘅上半部，我最大嘅感觸係，我哋一直以嚟對待自己身體嘅方式真係充滿咗誤解。我哋成日以為減肥失敗係因為自己意志力薄弱，唔夠勤力做運動，但原來真正嘅元兇係我哋被錯誤嘅飲食資訊誤導咗，令到身體嘅荷爾蒙長期失調。斷食並唔係一種自虐嘅懲罰，而係俾身體一個休息嘅機會，就好似你部手機用得太耐會發熱會變慢，你都需要重新開機或者熄機等佢休息下。我哋嘅腸胃同肝臟每日都不停咁處理食物，斷食就係俾身體放假，等佢有時間去整理內部嘅機能。當你試過幾次斷食之後，你會發現原來自己對食物嘅掌控力係可以咁強大。你唔會再俾嗰啲被荷爾蒙控制嘅虛假飢餓感牽住鼻子走。但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斷食嘅好處就只係用嚟減肥咁簡單。如果我同你講，當你斷食超過一定嘅時間，你嘅身體會啟動一個好似返老還童咁樣嘅自動清理開關，幫你食走體內衰老同損壞咗嘅細胞。甚至連喺2016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嘅細胞生物學家大魚良典都證實咗呢個機制。你又想唔想知係點樣做到？下一集我會帶你進入斷食最高層次嘅境界，就係自噬作用，同埋教大家進階嘅斷食技巧，同埋最關鍵嘅進食方法。好多謝大家咁有心機睇到呢度，我又要留一個反思問題俾大家啦。回想下你過去嘅日子，你有幾多次食嘢係因為你個胃真係需要能量，又有幾多次只係因為夠鐘啦，好似好悶，唔想浪費而擺啲嘢落肚呢？大家不妨喺下面留言區分享下你嘅睇法。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內容，記得俾個 like 呢條片，share 俾身邊嗰啲成日呻減肥好難嘅朋友，同埋一定要訂閱我哋點讀頻道，打開個鐘仔。逢星期二同星期五，我哋都會有新片上架。如果你有咩好書想我哋分享，歡迎隨時透過 email 或者 DM 建議俾我哋。我係 Demi，我哋下集見，拜拜。